凯比风台造成台南、高雄甲屏东的沿海有9只货船沉去，也是靠单。目前无大量漏油的状况，不过海巡署有加强监控，嘛要求业者要赶紧去甲油抽出来。因为伫咧陆地南环公路是严重受损，山区的部路交通断站，交通部讲会先拍通台东迄边的路，互居民会当对台东落山。趁好天，大型工具机甲工作人员全力抢修。南回公路高雄这边民霸客路桥、铁便桥去大水冲毁了后，福兴拉夫兰甲梅山三步路对外交通受到阻碍，也是中断。山区沿路路桥不断搁积水，高雄市长陈其迈甲交通部长李明安前往视察，只是先抢通台东这边的道路，互居民会当先为台东这边落山。其他便道要抢通，爱搁等3礼拜。会先针对复兴山里。以东的部分，先在3天内把它抢通，让里面的大概有500多位居民，不至于形成孤岛，它可以往东，有一个连外的交通跟通行哈。你现在又没水没电嘛，没电大家有发电机的又要下山买油。凯美风台过境造成9只货船伫台南、高雄、屏东沿海沉船也是吊船，透过无人机画面会当看到有50吨轻油的方形800货船车去，船顶货柜拢落落海，海巡加派无人机巡逻，也无发现海面有货柜，因为船只拢无伫相港区，由海委会整合相关单位应变，9只货船拢总448吨油料，目前无明显污染。现在一直在抽油，进行抽油的作业。那后续当然要抢着在天气好的这一段时间，赶快把这些油先抽掉，才不会说造成二次污染。凯美风台这么侪雨量，河南台湾的饮食业损失严重。农业部会同相关单位再去到高雄嘉定路地勘采，迄边真正当地街路桥新建工程占1/3的ful路，这个防暴是认为疏失。施工期间跟降雨期间这边没有做好，造成看起来这边就阻塞住了。当地差不多40公顷的鱼温啊拢淹去，鱼损破千万。渔业署已经甲各县市政府进行财损认定作业，承诺渔民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地属财损，中央拢会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